你都会听他，伊的外表上，伊替咱定是物件，替咱上做，咱叫七个性命。做伙来唱这首，你都会听。
咱有上帝通带路，伊会带咱一条够深够宽的路。所以来唱第3站、第4站。
多少人服侍？猜猜看，以我们教会的规模，需要多少人？有牧师讲到，司会、司琴、招待、司献，有敬拜赞美团，有圣歌队，或者是当周的献诗团契，有视讯，有音响，有录影，录完影了还要编辑上传到网站，有折周报的，印周报，有主日学老师，有准备茶点、清洗、整理场地，还有周报是怎么产生的？需要有编辑的同工，需要有提供讯息的同工，需要有校对的同工，还需要有各项联络的同工。弟兄姐妹，教会的服事需要你和我，你参与在其中了吗？你参与在其中了吗？这回来唱几首主啊，我的家。主啊，主啊，我的家。我
我的嘴要吟诗，无在白天，在晚上，都要赞美你的感谢你。求你让我们找回起初的爱，生活有见证，带人来认识你。也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献上自己的心，用实际的参与服事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。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领受满满的祝福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